过去像种没错，每个醒来继续活。也谢谢各位的掌声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幕后团队，谢谢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各位合影留念，所以请工作人员就位，同学就位。那这是昨天晚上，昨天是第15届，那各位你们是音乐班第16届。音乐总监小林老师，小林老师在现场，小林老师。下跪，赶快下跪！非常谢谢。全民大乐团成立13年来，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出另类、有趣而且能够感动人心的作品。全民大乐团也是一个政府不补助的剧团，但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创作演出，是因为各位你们的笑声、掌声、泪水，以及手上的那一张票，所以要代表剧团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支持，谢谢。11月我们居然还有全新的创作《海角7号》音乐剧。那《海角7号》这部电影呢，其实在台湾电影史上是非常特别的。他们在拍摄的前一年，其实那一年整年国片的票房只有4000多万，但他们却花5000万来拍这个片子，表示他票房要1亿。等于说，魏德胜导演带着一群人，为了一个梦想，彼此相爱相杀，又彼此互相的成全。我会把整个幕后的故事用音乐剧的方式来呈现。那台上也有很多演员有参与这一次的海角7号的演出，请演员前进一步，有参与的前进一步。
谢各位对于我们的支持。那你如果当场没办法决定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把订票单拿回去，礼拜3之前回传到剧团，享有相同的折扣。对，然后也请各位填写问卷，您的意见都是剧团在前进的动力。那我们现场有卖一些周边商品，比如说纹身贴纸，对，卖得还不错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真的买了会回去这样弄吗？我懂啊。好，然后还有节目单，那你没有办法把戏带回去，那你可以把感动带回去，里面有很多所有的歌词，然后我们所有演员的介绍，然后最后再回到这个作品，我很喜欢参加同学会，因为参加同学会，在同学的眼睛当中，你可以找到那个单纯、热情，而且相信明天会更好的自己。所以希望大家常常参加同学会，常常举办同学会。祝福各位，我们下次见。